其实，我拄则嘛有去一边听工程师的课，一边阁听 Clubhouse 开的有主题对囡仔讲母语一寡有主题题目，我有听，其实拢有听。我嘛诚欢喜讲，我想要讲，想要讲以早可能就是爱找一个人、一个对象，和伊讲，安尼较会想讲这较算讲是伫讲台语，因为语言本来就是爱有一个对象嘛，爱会当一来一来一往嘛但是即摆我嘛诚欢喜讲。我就是想要讲，讲日记，讲我的心事，用台语讲出来。就是我有渐这种关系，这当然是诚好诶代志，因为对我来讲，就是讲，这物件就是我的惯势，我会使整理我的想法，而且咧，这就无啥物像以早共款，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同，还是讲想要讲有录音无录音我的想法渐渐在改变虽然讲嘛是讲摕来练习，但是我有这种趣味。就是讲台语的趣味，但是讲诚侪人讲台语，可能就是爱有找着对象嘛，搁爱找一个环境，安尼哪讲咧？我即摆若讲自然，就是靠我家己第一用台语来讲我心内话，安讲诶，变讲这物件毋免我靠别人。我著这叫自得其乐家己安尼嘛诚欢喜，而且讲我若以后听着别人用啥物词，我著想讲迄个时阵我家己对家己讲台语的时阵，变讲我毋知变怎用即个词来表达我的心情，其实嘛会使用即个词。以后去听别人讲台语嘛，变甲讲无像以早讲咱都有听过尔，都用袂着，就是无法度用，无法度运用，无法度运用，就会定定讲，这物件真虚安尼。这其实就是互我想着讲，我写小说的过程当中，我若定定想讲。我家己写的小说若无人看，这著无意义。我若讲学台语、讲台语，但是无即个对象，甲我练习，无一个人去听我讲台语，这无意义，就是共款的想法。但是我即摆伫调整嘛，调整我家己的想法。若讲我会使讲，写小说，我著家己写互家己看，讲即个。故事行到行到遮，为虾米我要做即种安排？其实这是有用意的。我有伫听别人讲诚好的观念，诚好的词，我写伫我小说内底，做一个纪念嘛。我著讲，甲这物件变成我家己的一个。纪念，所以我想讲，这其实就是我豆豆建立这种转变，因为以早我真正讲做啥物代志，拢爱我靠别人嘛，认为讲爱靠别人较会当得到的物件，较有意义，亲像咱定定就会讲，政府爱安怎做？咱世界的其他国家爱安怎对待咱？咱较会使安怎？这种就是讲，
大甲即种思想甲细汉代志。想讲我即摆来摒扫，我即摆来煮食，伊讲替阮翁嫌报，阮翁会讲安怎报，就是讲咱大细细代志，拢想讲是为别人做的，家己就亲像一个工区，工区就是讲我做，我是看别人的反应，看别人为着别人去做。这就一定，这已经是咱血液内底一个基因啊。但是咱无发觉着。即摆我开始转变，我若无做即种转变，其实我写小说，我讲台语，做任何代志，其实拢无救。为虾米？因为我拢紧迄趁无钱，趁无食，搁大家就感觉无啥物稀奇的代志。我就会定定想讲，我为虾物遐讲去做即种代志？但是我搁有趣味，搁有兴趣啊。安尼我是毋是找家己麻烦？其实毋是，是因为我无甲这物件变做我家己的物件。这要安怎讲？就是讲，我其实为即摆开始，我嘛会使开始想一寡故事，想一寡我想要写的物件。但是呢，我写这部已经毋是为着讲要去做一件代志，就是该发表互别人看，对别人有意义，这做就是诚好的代志。已经毋是安尼，我会使转变，就变讲我即摆学台语，讲台语。我即摆会使就家己用家己的思想，用台语讲出来。这可能对别人来讲，这无啥物意义，无啥物影响啊。但是对我来讲，就是讲，这就是我家己的一种就是无去想讲这对别人有啥物帮助，对别人会稀罕袂稀罕，还是讲对别人眼中别人的眼光来看，是好还是歹，拢毋免去想这。我就想讲，其实我就想要讲，就莫互杀过来就讲，我就毋免烦恼讲，我讲有正确无正确我讲别人会感觉你拢讲你的代志安怎我对这无兴趣，还是别人讲，比我阁想要讲，一直讲，拢不爱互我插喙，我拢毋免有这种毋免考虑这种代志。我就是只要有时间，只要我有想法，随时拢会当讲。虽然我讲的是有放伫 YouTube 顶头，只是这就是讲做一个经历啦。因为放伫家己电脑内底，有时阵就是有一寡空间，嘛是其实迄个时阵嘛想要讲，若有人会看，但是即摆袂安尼想啊。有人听，有人无听，其实对我来讲是毋是重点啦。我终于知影啦，就是讲我做一代志，有诶代志其实对我来讲变成讲这毋是重点。就是讲举一个例，我拄则伫 Clubhouse 诶房间啊，就是大家拢会注重交朋友迄个房间，变讲有人就开始讲，某物人是甲啥物人安怎啥物关系啊？是较晚近，还是讲某物人是啥物细意啊？变讲伊一定是较会使讲耍笑，甲阁是大家感觉袂歹的对象，较会安尼摕来讲耍笑。我以早就会想讲这我是毋是伤严肃还是我这人是毋是伤无聊哪会无人会？我就
自细汉到大汉，拢无法度替互人当做一个较较要怎讲，大家较有兴趣的对象吼，还是讲一个较人缘较好的、较亲缘人缘呐，亲缘呐嘿，较亲缘人缘较好的一个对象吼，迄时阵我会形成想讲，我哪会毋是即种角色？啊，即马其实我就是会开始甲我家己讲，这毋是重点。我会开始问我家己的内心，啥物是重点？若是讲我即马用台语讲我的想法，讲我的日记，啥物是重点？重点当然就是讲，我有即个时间，有即个机会，甲我家己的想法，家己甲家己对话，用台语来讲，当然就是一方面，就会使练台语嘛。用华语就可能会用写的较济啦，毋过最近拢无写，拢无用华语来写。我伫伫卡的时阵是有用华语来写我的想法，但是迄个时阵啊，就是会讲，哪会无人看，无人回，无人有反应啊，别人拢无稀罕啊，会甲我回的人拢是讲，倒一个逐篇文章拢会甲我回，安尼就无稀奇啊，我就无讲足特别。迄个时阵是会安尼想，所以我认为讲有人去注意着我这人的思想，这是重点。但是我即马开始豆豆仔觉醒，讲这毋是重点，是我甲重点补毋着啊。当然是我家己的问题。虽然讲大家拢会讲一寡理论，但是我就是无法度偷开啦。就是做想要讲，希望讲我发挥我无共款的思想，无共款的文笔，互我伫别人心目中是一个足特别的人，就是会可能会留一寡印象的人。毋知影为虾米，就是我以前重点是安尼，所以我变讲等无几个人试赞，拢试上去的，阁有哦。拢讲我哪会较孤单，拢无要无紧的一个人，做边缘的人。所以讲，迄个时阵我的重点伫遐，但是我即马豆豆仔变讲，我有时间有时间，家己有想要讲的话，有灵感，紧摕来，麦克摕来就来讲啦。麦克摕来就紧来讲，讲有好无好，就无啥物讲话对象，我毋免去考虑这啊，我就考虑讲，有时间无？是毋是？到时翁要转来啊，爱紧物件收拾的，爱收拢无收。就是我的重点就是安尼尔，我都毋免去考虑讲，我讲这我的对象有兴趣无啊？安怎？所以讲这是足自在、足快乐的代志。但是以前我拢无甲重点放伫伊遮，因为我对我家己的内心甲和我家己对话，这是感觉无重要，讲无稀奇啊，每一人拢会当和家己讲话啊，这哪有啥？会当和总统讲话，毋是较骄傲？这都是一般人的思想，所以咱就疏忽去讲，想啥个紧对话，拢紧家整理的。嘛毋是为着啥物原因要写一本册啊，嘛毋是。嘛毋是为着讲，诚济人就开始讲，这个人袂歹哦，甲伊follow一下，嘛毋是。就
做单纯，就是我即马开始会感觉安尼袂歹，安尼对我有帮助。我会使向我家己讲话台语阁会当进步。上重要就是我若安尼讲一寡台语，有一寡爱表达的词，我想袂起来，还是讲我有讲毋对的所在。以后我若听别人讲台语，都有意义啊，我就知影讲阮进前会讲啥，我拢讲毋对啊，嘛免惊见笑，因为就是家己讲互家己听。若写小说嘛是共款，其实就是一种经历啦。我知影啦吼，就是讲每摆拢去写日记有写啥物，就甲家己思想有一个系统整理起来，囥伫一个所在。我写小说其实嘛是安尼，就是讲第一章是啥就是迄主角佫作衰的时阵，第二章佫嘛作衰，愈来愈好，愈来愈发觉着。其实我小说有写即种物件，但是我家己无觉悟，就是讲，一开始的重点，主角想的重点，就是讲爱比别人好爱讲莫遐衰，莫互人看衰。但是后来伊就发觉讲，我有得到这我做一个总裁，大家拢熟悉，大家拢捌，迄地位嘛真好嘛无人看衰笑。但是这毋是我爱的物件，变讲伊上尾就变讲拍回原形。但是伊知影伊爱的是啥，伊可能是爱即种甲因弟弟的感情的代志，就每一人的选择无共款，伊就可能有兴趣嘛。就变讲伊有转变啦，伊知影重点是啥，伊就袂像一开始小说一开始第一章，感觉家己哪会遐衰，啥物拢袂晓，哪会遐绝望家己对家己的期待拢无达成，足失望的。上尾伊发觉讲，其实伊这过程内底，因为因两个弟弟本来就足介意伊，上尾嘛是两个弟弟嘛是共款，就迄2箍嘛共款有介意，无变心。奇怪，拢共款变讲伊是年岁较老较大，有一寡一寡过往，一寡佫熟悉一寡人，佫发生一寡故事。但是上尾嘛毋是共款的条件，但是伊的心情无共款伊找着伊想要爱的物件。所以讲，其实我有写即种过程，但是我迄时阵毋知影讲，无去想这意义，其实对我来讲是真大。我迄个时阵认为，对我来讲有意义的物件是讲，有人看，有人讲哪会遐高？你哪会写出我的心情？有诶无诶？我是讲，迄是重点。我疏忽了，我毋知影讲，真正诶重点就是讲即个过程。而且是写互我家己看的，所以做任何代志拢是写互家己看，讲互家己听的。其实真正是安尼，毋过就是变讲咱即摆的世界会改变、转变咱的观念，互咱看物件迄叫 focus， 咱的聚焦会偏去明明就是爱好好写小说，看这转变是啥，但是我的 focus 变讲偏掉去看讲有偌济人有配合讲我写的小说，我的主角有偌济人有介意其实这毋是重点，我的重点应该就是家
己，但是我一直甲重点放伫别人身躯。这其实伫学赛书的时阵，一开始伊就有讲，但是我无法度我无法度去做一个觉悟，所以我迄个时阵学赛事，我就咧想讲，别人听讲迄赛事书是足歹读的，我若讲读甲足紧的，读甲拢足了解，赢过别人有天分，偌好咧！我学赛事，结果我想讲像考试共款，想要拼过别人，搁想要拼过迄个教主，这就是毋是重点啊，都毋是重点的物件。结果我就一直杀来，以为这是重点，互家己足侪压力的。互家己就讲哪会看无我哪会无时间看我哪会安尼？变讲重点放毋对，就是怨叹诚济。我写小说，我就甲重点放伫我发表小说的时阵，有偌济人会拍破啊，重点放毋对，所以我会诚艰苦，诚艰苦。因为迄种物件就是爱我靠别人嘛，爱需要别人的配合。其实这世界每一个人拢想要别人配合，但是这个世界重点就是别人就袂甲你配合。变讲我若想好清楚，我以后做啥物代志拢诚快乐，拢是人讲的问心无愧。以早定定听即句话，但是即个意思真正无法度去了解，因为无即种想好清楚即种过程。所以诚侪道理。听赛师第一讲伊就讲，咱的重点就是爱有转来咱家己的内心，是咱家己甲家己的关系，毋免去管别人。别人你会受伤，就是因为你家己对家己有即种即种怪家己的即种瘾啦，即种瘾其实早就有啊。所以别人讲别人有时阵讲这个你袂受着影响，你感觉无差。但是若别人讲别种你着跳起来啊！因为这就是咱定定伫对家己，就是讲，早就对家己不满啦，实在是。这其实一开始我拢知影的故事，但是我实在是知影是一回事，但是无法度讲真正去彻底了解。彻底了解以后，当然就是爱改变家己。所以我即马就是豆豆仔为去学这物件的过程中，还是讲豆豆有去思考的过程中，知影学诚济代志，互家己的心家定安静落来，确定家己的心，毋免讲对别人安尼随波流浪，毋免安尼。别人讲这好，我着心就过去啊。别人拢讲拢做介意猫咪人，我着心就搁过去啊。讲我嘛想要做猫咪人，我想要像伊安尼。我若讲知影讲，这拢毋是重点。变讲有人受欢迎，还是有人是大家感觉诚新鲜的一个指标，我拢无受影响啊。所以这真正是一个课题，但是即摆有人了解，无人了解其实对我来讲已经无差，因为我渐渐知影讲家己伫做啥，而且啥物是较珍惜、较重要的。其实我若写小说写遐长，我迄早讲写遐长，搁本数共款，而且我写遐长，就是做爱讲，网友去看嘛，人就无爱看遐济字。
但是即摆对我来讲，这足重要诶，就是讲我写互我家己啊，当然是会当写较详细，写遐侪字，哪有要紧？我着囥着重点，我重点拢是伫服务别人。希望别人欣赏，希望别人看了足爽诶。其实这着像讲，我嘛定定看别人安尼，我嘛知影人诶观念毋对，但是无法度讲看着家己嘛做共款诶代志。有一寡政党就是看中国伊诶白色，讲伊有生气咱袂当安尼，咱若安尼啊，人会生气，中国会生气，一直去注意即种代志，结果家己有啥物特色，家己到底爱安怎经营家己，拢要安怎讲，拢无重要啊，变讲拢疏忽去，结果尾仔变讲，咱问讲你大个土地，你台湾啥物会当代表？其实你嘛无重文化，嘛无重啥物特色诶物件，迄着讲袂出来。你着讲也无抄别人诶好啊。这着是像咱即马共款对啦。所以咱定定会讲台湾就是爱甲加拿大共款，甲新加坡共款。新加坡有啥物诚好啊？看伊有趁钱，着摕来抄。这就是我诶人生就是安尼。去看别人诶目色，伊佫生气，伊生气可能着袂互我做主管啊，无伊可能会甲我报仇会若讲有啥物危机啊，伊着先甲我牺牲着伊会想这，着亲像讲大家讲这个中国我若讲掠伊生气啊，我若讲我若讲有家己诶特色，我实在家己实在台湾家己，中国会生气，结果你甲这放弃啊，结果你嘛对家己嘛无啥物感情，这着亲像咱平常时就是安尼，着注重别人安怎想阮家己，结果家己到底你已经迷路啊，已经失去啊嘛毋知，嘛感觉家己是啥物人嘛无重要，家己咧想啥，家己诶特色是啥，拢无重要，着一直咧看别人目色。我看着别人安尼，我会知影讲这袂当安尼，但是对家己都毋知影，我嘛是做共款诶代志，所以我写小说以后就讲别人就无爱你写遐长，写遐济，写遐啰嗦。我着注重别人诶目色，我着无想会讲，我是啥？我就是一个写遐长诶人，拢写甲诚欢喜诶人。所以讲，我着豆豆会使整理一寡家己，以早可能想袂晓，所以会诚痛苦，痛苦佫足长期诶。我即马着豆豆家己透开，就是安尼。